大家好，我係蔡偉雄啊。咁首先好多謝大家啦，上一個星期啦，咁就我擺咗一個2025至2028嘅亞洲運程嘅預測嚇。咁受到大家嘅支持啦，咁非常之感激啦嚇。咁所以咧決定今個星期咧就講日本啦嚇。咁我諗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2025年至到2028年日本會發生啲乜嘢嘅運程啦嚇。喺首先2024年嗰時候咧，其實我都預測咗2025年日本究竟發生咩事啦嚇。咁其實咧都有講到咧喺呢個福島啊、鹿兒島啊、九州一帶啦，甚至係東京啊、千葉縣嗰度咧，都會有啲地震或者有啲火災出現嘅嚇。咁就亦都有可能有雨災都未定啊嚇，因為2025而家未話晒都未行完啦嚇。咁就個國家裏邊啦，或者係韓國都可以啊嚇，會有啲病菌蔓延嘅跡象啊咁樣啦嚇。咁亦都喺2025年啦，咁計算呢個太乙嗰啲爻象咁樣啦嚇，咁話咧兄弟爻咧就好重喎。咁其實兄弟爻咧好重嘅成分喺裏邊咧，其實可以講話咧係俾一啲盟友咧去劫財嘅。咁我諗大家都好清楚究竟發生咩事啦。大家都認為美國同日本咧應該大家都可能好 friend 啊嚇。咁但係咧就即係細都估唔到啦。咁就美國又話要加關稅啦，連日本都會加埋啦嚇。雖然暫緩咗啦，唔知會有啲咩事發生啦。咁但係咧喺2025年嘅呢個太乙神數盤裏邊咧，兄弟爻啦係過重啊，即係亦都講話咧盟友咧會嚟劫財咁解嘅嚇。亦都講話咧太乙啊、主大啊一啲星體上面嘅組合啦嚇。寫咧就係國家咧無法作出任何嘅動彈啊嚇。思想行為咧受到牽制啊嚇，受到局勢啊同埋政策上面嘅影響嘅。再加埋咧白鹿啦，白鹿係粒災星啊嚇。對住太歲啦，咁即係可能有機會嘅解法就係話政府受到呢啲所有嘅政治因素啦，而係對於經濟上面啦嚇有一啲唔係幾好嘅影響啦嚇。但係幸好啊嚇，喺一支太乙連卦裏邊咧，咁佢就話日本咧會生意幾好，可以積蓄得到，亦都可以研究一啲新嘅事物嘅嚇。事業咧發展機會咧幾好嚇，處理金錢方面咧都唔差嘅。咁大家所關心嘅地震啊喺日本裏邊啊，咁其實咧呢幾年啦嚇，其實就呢個我哋有兩個災星咧，叫羊九白鹿啦，喺呢個太乙神數裏邊，其實佢就坐咗喺呢個日本個位嗰度，所以其實好難免一樣嘢就係話佢唔會震嘅，佢一定會震。不過咧，佢震得犀利定唔犀利咧？喺2025年裏邊咧，咁就我睇唔到一個像話佢會震到會有30米嘅海浪發生啊，或者會冚過咗成個日本。不過喺呢一個農曆嘅6月同8月咧，係真係有機會有啲震盪嘅。另外可以提一下咧，就係上次我同一個人客占卜嗰時候咧，佢問我6月7號去日本去唔去得？支卦象就係話嗰個時段裏邊6月7號係講緊西歷啊，係就有呢個地震同埋有呢個火山爆發，但係未至於會受到即係極大嘅影響，唔會話冚咗成個日本咁樣嘅係。咁如果你話發生嘅地方會喺邊度咧？咁多數咧就係會喺呢個鹿兒島啊、九州啊嚇，或者係近韓國嘅地方都有機會嚇。另外就係呢個北海道，咁所以可能大家會留意一下啦嚇，西歷嘅6月7號同埋呢個農曆嘅6月同8月啦。去到其實咧年中嗰時候咧，2025嘅年中啊嚇，咁咧就開始行2026年嘅太乙神數表啊嚇。咁咧呢個2026咧，即係2025嘅中段打後咧，會發生咩事咧嚇？咁佢話太乙文昌坐埋一齊啦嚇，咁好似有人想謀朝篡位啊嚇，亦都可能有啲咧不祥之兆啊。再加上太乙啊主大坐埋一堆啦嚇，咁亦都講話咧國家思想行為啊受到局勢嘅影響啊，政策上面嘅影響啊嚇。再加埋咧今次咧喺嗰個太乙神數盤裏邊咧有過多嘅財爻出現啊。有啲人認為咧有財梗係好啦咁樣係，咁但係其實財爻出現得太多咧，反而可能咧有機會咧經濟唔好，所以咧日本咧個經濟咧有機會喺2026年或者2025年嘅中間咧走下坡啊嚇。
再加埋啦喺一個太陽年卦上面啦，就話咧日本國家裏邊咧容易會做錯啲決定啊嚇，言語上面有啲得失啊嚇，令到一啲咧事情咧發展得咧有頭冇尾啊嚇。但係咧有機會咧就話咧稅收方面咧，就可能呢啲國際貿易方面咧會受到一個豁免嘅情況出現嘅。所以咧其實整體嚟講咧就係話吉中帶一點空象咁樣啦嚇。但係你問我呢支卦會唔會整體嚟講成個即係局面啊嚇，即係好大個圖畫嚟講話好唔好咧？其實咧日本咧就下一個叫主算啊嚇，主算咧即係講一個佢嘅經濟情況啊，或者成個整體情況出現啦，就係咩事咧嚇？佢得一個8號嘅嚇。其實咧任何喺太陽神數裏邊咧嚇有1至40嗰個數咁樣啦嚇。15打1至15嘅數咧，其實都唔係話咁理想。日本咧係2026年咧係得8號嚇。8號咧亦都話唔係話咁理想啦，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即係天災人禍嘅事發生咁樣啦嚇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嚇。跟住咧去到2026年嘅一半至到2027年嘅一半啦嚇。我哋就行2027年嘅太月盤咁樣啦嚇。呢一個局數裏邊咧講嘅其實同2026咧都差唔多樣啊嚇。佢講咧就係話咧政府咧受到欺凌啊嚇，君王啊即係可能係佢哋政府啦嚇，由以下犯上或者係甚至領土咧被侵佔，或者可能咧外國咧會起一個軍事用地喺呢個日本境界裏邊嗰度啊嚇。但係有樣嘢非常之唔好嘅就係咩咧？就係天上有血光之災，或者甚至有飛機失事嘅災難嘅嘢發生啊嚇。流年咧不利啊嚇，人禍多啊嚇，政治上面咧有好大嘅矛盾啊。如果你話睇太月年卦嘅話咧，咁就佢講一支咧唔係幾好嘅卦啦。一支太月年卦講咧就話佢哋會犯咗個好大嘅錯誤啊，做咗個好錯嘅 decision 啊嚇，喺錢財上面啊好多煩惱，甚至容易會得罪咗人添，令到自己困難重重啊嚇，行一個唔係幾好嘅運啊。喺2027呢個太月神數嘅爻上面啦嚇，太陽神數表上面嘅爻上面咧，財爻亦都係講話好重一個比例喺度，亦都係跟2026年一模一樣啦。就係話錢財啊經濟方面咧可能會走下坡或者唔係咁理想啊。但係好彩咧主算咧就有33，就未話咁恐怖嘅嚇。但係咧經濟體系啦，可能整體嚟講咧都唔係話咁好啦。去到2027年至到2028年啦，我哋就行呢個太月神數表嘅2028年啦嚇。呢個局數咧就真係有一啲唔係幾好嘅情況出現啦嚇。喺人事上面啊，好多意見分歧啊嚇。君王啦，亦都係講下政府啦嚇，甚至可能佢哋嘅統領啦嚇，受到欺凌啊或者威逼啊，土地咧受到侵領啊嚇，即係侵犯咁樣啦嚇。地上有血光之災，好多血光之災，有地震出現啦嚇。發生嘅地方喺邊度咧？就喺九州北海道、東京鹿兒島，係大概西歷嘅6月、7月。地面有好多災難嘢發生，有好多菌喺度。亦都咧官鬼爻咧係好重啊。官鬼爻一重嘅話咧，可以講話有一個好大嘅災害嘅發生啦。如果咧你睇埋呢個太月年卦啦嚇，呢個太月年卦咧就係一個唔係幾好嘅卦象啊嚇，係一個4大凶象之一其中4大難卦之中嘅其中一卦嚇，係主有凶象啦、水淹啦嚇、凹陷啦嚇。我諗大家都會可能聯想到一樣嘢，你哋諗住早前2026年、2025年會發生嘅地震啊、海嘯，點解遲遲未發生呢？因為時間未到，可能去到2027年嘅年中至2028年嘅年中咧，有一次好巨大嘅火山爆發或者係地震，會令到日本有機會可能土地凹陷啦，即係有地震啦，或者沉咗落去，或者有啲地方係甚至俾水淹住咗添，尤其是啲低窪地方啊。呢一個咧就係我睇到嘅日本嘅運程啦嚇，同韓國啦嚇。
咁作一個參考啦。咁希望大家即係如果譬如話喜歡去日本嘅，或者可能去日本諗住移民啦、做生意咁樣啦，可能有機會喺2027年中至2028年咧會遇上一啲麻煩事或者難題啦嚇。咁作出一個參考啦嚇。多謝大家收看，多謝你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做嘅玄學預測玄學節目嘅話咧，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個 YouTube channel 啊，Master John Choi。多謝晒大家。